鐘麗緹幾個女再次成為網上熱話。大女張文君喺社交媒體分享咗火辣紅色比基尼相，完美展現咗佢豐滿嘅曲線同性感身材。網友直呼泳衣太細，差啲包唔住，話佢遺傳咗媽媽90年代性感女神嘅優良基因，充滿自信同魅力。火辣風格一睇就令人聯想到鐘麗緹年輕時嘅經典形象，舞女嘅美貌同身材簡直如出一轍。另一方面，細女 Kayla 都因為外貌出眾而備受關注。早前喺機場被網友捕捉到佢清純嘅穿搭配上甜美笑容，瞬間圈粉無數。深邃嘅五官、高挑嘅比例同埋招牌電眼，令佢被封為最美星二代。網友瘋狂留言：基因太強啦！大家都覺得佢未來喺娛樂圈絕對會有大作為。佢有小萌娃到而家亭亭玉立，暴風式進化真係令人驚艷。鐘麗緹三個女兒各有特色，大女性感火辣，二女健康陽光，細女甜美可人，完美繼承咗媽媽嘅混血美貌同埋好身材。網友感嘆基因實在太強大，無論係自信辣照定日常清新風，都令人忍唔住想多睇幾眼，真係星二代中嘅頂級代表。